我的心儿你着欢喜，出声而乐也好欢，愿真是健康的心情而乐意。以色列人因前伫迄个每边的俄勒的中间，他每次的赞美的时候，为什么都要跟历代的子孙家孙孙讲到上帝所做作为的疫情开始解封之后，就是美国啦、澳洲啦、日本啦，很多国家大家就陆陆续续开始恢复交流见习的机会。那我就想说，我这辈子从来也没出国留学过，好想去哦。然后我就开始在家里讲一讲，小孩就为这件事情帮我向上帝祷告。那过了没多久，在学校秘书跟我聊天的时候，我就说，那个交流见习是不是还有机会？他说你去试试看啊，还有奖学金哦。然后我就说有奖学金吗？真的，我就去试了。结果真的甄选就通过了，我就很顺利到甄选到日本的神户大学去交流。这个影片的重点在巴塞隆纳的这个运动会，这位选手他受伤，但是坚持往前走，所以他的父亲不顾警卫的拦阻，还是向前的扶持他。这样子的扶持感动了整个会场的观众，也让我们想到，当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跌倒的时候，其实不是我们一个人在跑，是天父上帝用他的爱陪伴我们到终点。主，谢谢你，在我们软弱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就帮助我们，能够让我们何时软弱，靠主何时得刚强。上帝要上帝，我感谢你，因你知影我会当承受或者我甚至无忘记，你予万事斗来叫阮听上帝得到利益。主，我感谢你，阮才着祈祷恳求甲感谢，来到你的手宝座前，要来领受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伫耶稣基督内面来享受阮，互阮会通才着。祈祷来看见上帝你用大的恩典来恩待阮，透过你的话语，搁较认捌你，会通直接来回应用生命的见证来回应主你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透过手把手祷告手，这是一个祷告会的现场。每个月的最后一个礼拜是迦南基督长老教会祷告见证会，会有轮流不同区，他们将过去一年他们所经历的，因为一年会轮一次。这一次很特别的，这一区他们用诗篇，也就是我们最近所读的诗篇，正好到今天读到最后诗篇150篇。可是那一天他们是用一首歌，也就是哪一首歌？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竟然这首歌是可以来扶持我，就像诗篇一样哦。诗篇有许多的诗歌，这些诗歌好像是一个人生的窗口使我们人生透过这些诗篇，我们被安慰、扶持，甚至被同理。也就是这些诗人透过上帝的话，让我们来教我们很多的事情，不管待人处事灵修，或者是诗篇，确实也可以成为我们的向导哦。今天的诗篇142篇第7节，求你领我出离被囚之地，我好称赞你的名。一人必环绕我，因为你是用厚恩待我。有圣经学者说这句话其实是已经遥指着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才能够成为那义人，也才能够是用厚恩来待我们。厚恩有这个意思，就是回报，就是领导，就是转换跟交换。主耶稣基督用他的生命
换我们，也就是我们在神的手中交换，我们的小手放在主耶稣基督的大手上，手把手，用他的手拉拔起我们。就像今天的诗人说的，我的灵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你知道我的道路。意思是神就像一个鼓舞人心又充满智慧的元帅。当大卫绝望的时候，只有神知道他该怎么做，才能克服眼前的难关。我们呢？我们今天虽然每一天的手把手祷告手，今天正好诗篇我们会同时结束。如果我们回顾，就是我们从今年迦南教会每天的读经，从约伯记开始，因为我们觉得约伯记跟诗篇真的是让我们可以寻求人生的智慧，让我们真的是可以用祷告、家庭的祭坛祷告，我们是可以彼此来扶持，特别是快要放弃的时候，我们内心有深陷在巨大的困境，我们难免会感受到挫折，实在已经累到要放弃了。上帝的话总是鼓励我们，也透过我们有家人，我们有属灵的家人，我们看到祷告会很多弟兄姐妹出来见证，我们非常感动，就是在那危难的时候，主怎么救拔他们。好不好？我们来分享，在什么事情上我经历快要放弃，而主你引领我，带领我振作起来，突破困境呢？恳求帮助我，现在正面临什么事，我快要放弃了，恳求你指引我，带领我振作起来，突破呢困境。就像我们的家，分享我们的家曾经在什么事上，主引领我们，带领我们振作起来，突破那困境呢？手牵手，祈祷手。